我不让你走，你得做我的女人。我不想做别人的女人。儿郎们，今日的买卖做得值当，你们没给本王丢人现眼。来吃，喝。大王，咱们这次运气不错，一出手就碰上了几只肥羊。秦王死了，如今秦国上下手忙脚乱，再也顾不上咱们。如果这时候我们不去四处打点秋草，如何过渡？对，来，大王，大王，你看，天助我也！儿郎们，过来！大王，买卖上门了。杜将军，快到中午了，让大家喝口水，歇歇脚，吃口干粮吧。是，夫人说的对。龙族来袭，大家小心防备。容祖来。我们大王不劫女色，只劫钱财。识相的留下身边钱财，各自走路，免得两下伤了和气。夫人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将军不必大动干戈，他们是妾身的故人，让我前去与他们说说话。你们都在车里坐好了，谁都不许下车。虎威将军，芈月在此有礼了。月公主，几载不见，义渠君又做起旧日买卖了。这草原上的百姓得吃得喝呀，不做生意怎么活？那芈月愿意和义渠君谈笔好生意。好啊，你们在这边等我，我去就来。义渠君和芈月真是有缘，这是赵国土地，你竟敢随意打劫？原来这个地方也是我义渠的地盘，虽说眼下被他们抢去了，但是我义渠人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哎，月公主怎么会来这儿呢？秦王去世，新王和会后秘书要我和姬儿入燕为质子。去燕国？那个地方冰天雪地，鸟都不拉屎。芈月幸运，去燕国已经是死里逃生。那会后芈书不是你亲姐姐吗？秦王尸骨未寒就欺辱你们母子，这个女人的心怎么这么狠毒？天不灭我芈月，义渠君不必担心。既然如此，你索性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回义渠，那儿天高云阔，逍遥自在，整个草原任你我驰骋啊！什么会后秦王，见鬼去吧！你们义渠已经对秦称臣，怎可无人管束？既然惠文王死了，那会后为人如此卑劣，干脆我义渠反了。当初我义渠是对惠文王称臣，如今惠文王走了，他会后算个什么东西？敢欺辱月公主你！我此时没带人杀进咸阳，算他的运气。你犯不上为了我与整个秦国为敌。别人怕秦国，我不怕。月公主，你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你跟我回义渠，我做大王，你做王后，我保你跟孩儿一世安稳周全。这种话不说也罢。你不相信我说的？我这就回义渠，把东陆公主送回娘家，以后我义渠后宫全由你一人说了算。你真是没变，还和过去一样，连打劫的方式都一样。你还是那个义渠王。你也没变，
你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月公主。时移世易，你眼前的这个女子，和你从前认识的那个女子，早已不同。有什么不同啊？就因为你做过秦王的女人，我不在乎。我说的不同，不是这个。那是什么？你对我挖心挖肝的好，期望我成为你的女人，可我却有别的心思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自己的命，我想自己做主。自己做主？这如今乱糟糟的世道，一个弱女子若想活，只有靠男人。我芈月前半生都靠在男人身上，这剩下的日子不靠也罢。我不让你走，你得做我的女人。我不想做别人的女人，你松手。我不。10几年前你就松过手，这次你还是会松手的。芈月，谢义渠君高义薄语，不管走多远，我都不会忘记。在我最无助的当口，曾有人说要带我走，要带我的孩儿如亲生骨肉般疼爱，并承诺给我一世周全。这些话足够支撑我走很远很远的路。好吧，若有一日你需要我的时候，就朝义渠的方向冲我招招手，我纵马即刻就到。月公主，月公主，五位将军，月公主，这是我们大王给月公主路上用的盘缠。燕国寒冷，这些皮毛带在身上，月公主也好做些衣裳穿。代我多谢你们大王。好。夫人，这么多财宝，义渠王可真是出手大方啊！是啊，义渠王可算是雪中送炭呢。会后把我们从宫里两手空空的赶出来，就是想让我们饿死、冻死。如今有了义渠王送来的这些东西，可算是救命了。母亲，他这是何意？没什么忌讳，天底下无论多少钱财，都是能偿还的。那世间之物有什么不可以偿还？情分，这人世间最难偿还的，就是情分。地道哪有什么生意，还是收拾你走回家吧。这水是越下越大。继儿，好了，继儿，好大
这个地方好冷啊，我手脚都冻僵了。人家公子季都没有寒冷，你却先叫起来，丢人。是很冷吗？都冷到骨头里去了。公子，你冷不冷？婆婆，这燕国怎么这么冷啊？这燕国呀，就是以寒冷闻名的。还记得你魏冉舅舅小的时候，最盼望有一天能到燕国看冻掉鼻子和耳朵的燕人。亏得有一曲王送的这些毛皮，不然的话真要被冻死了。哎呀，慧儿的头好烫，怕是发烧了。我没有发烧，我就是觉得浑身都没有力气。来，我给你搓搓手。季儿，慧儿姑姑，还是你盖上。心着凉了。没事，季儿的手热乎着呢。好在继承已经到了，到了驿馆就给慧儿找医者。夫人请，公子请。将军请。夫人，我们为您准备了上饭。这附近有医者吗？有，医馆门口就有一个行医的医者。夫人需要，小人马上叫人去请。有劳了。夫人这边请。将军，您在那边。看你这一身的血，这好冷啊！这里比咸阳冷多了。是啊。对了，婆婆，刚才门前路过一条好大的白狗，像小牛犊子似的，把我吓死了。我拿雪团砸它，它竟哗的塌了一块。原来它从雪堆里钻出来的。这就叫黑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。这孩子手冰凉，穿得太少了。婆婆，这已经把能穿的衣裳都穿上了。说起来，秦国也有雪，但这么大的雪，别说是继儿，连我都是头一次见。这冰天雪地的，大公主嫁到这里，真难为她了。杜锦他们明日去递交国书，后日正好是初一，要开朝会，想来大公主如今该称是议后了，她会很快知晓我们到了的消息。是啊，你和义后也有好些年没见了，继儿都长这么大了，你们一定有得聊呢。义渠王送的皮子里有上好的貂皮，这2日我赶紧给继儿做一件皮衣，小孩子喜欢在外面跑，身子又弱，免得冻坏了。天色晚了，继儿也该睡了。继儿今日还没有读书，我问过驿馆的人了，这里连笔墨都没有。明日婆婆带你上街市买些笔墨竹简回来。姑姑，你带着继儿先歇息，我去那边看看香儿和慧儿。夫人，这屋子简直住不得人。我明日想办法给你们换一间好的，快躺下。慧儿，驿馆的房钱好贵，夫人何苦破费，在这儿过日子花销不少，手头上的钱财还是该细水长流。明日我多打些浆糊，仔细糊一糊，然后再点上个火盆，应该是能暖和的。刚到燕国，你们2个就打算做我的主？香儿不敢，香儿只是想，不该花的钱咱们就不花。夫人别过来，在路上是没有办法，如今到了驿馆，你还是离我远些好，免得过了病气给您。再说这样的话，以后这屋子我也不来了，你们更别去照应我跟继儿。夫人，奴婢不敢，夫人恕罪。慧儿若是不能伺候您和公子，还
还是病死的好。夫人也不用太牵挂，那医者说了是风寒，再吃几服药就好了。来，放下。出去。国相夫人，这是会后给您的礼物和信。舒妹妹真是有趣的很，劳烦你回去转告会后，这事我一定办得妥妥的。其实她何必这样客气？这件事我比她还上心呢。照理说，国书都递交了3日了，大公主若知道了消息，该派个人来送信儿的。我也是觉着蹊跷，或是那国书还没有送到大公主手里。都说这燕国名义上是公子直做燕王，但因为年幼，实际都是国相郭伟大权在握，国事都是由他说了算。要不再找杜景问问，他到底是秦国派来的使者，应当能跟燕国国相说得上话。别指望那家伙，他本是势利之人。哎呦，你们燕国冬天一直如此吗？是啊，燕国的冬天很长很冷。好，那我告辞了。将军慢走啊。哟，多谢多谢。那边的人知道应该怎么办吧？将军放心，小人清楚，小人清楚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将军慢走。杜将军，杜将军，您去哪儿？喊什么喊什么？喊什么呀？哎，杜将军，喊什么喊什么呀？人家杜将军是秦国的重臣，岂是一个小小侍女胡来唤去的？杜将军是秦王指派护送夫人和公子季到燕国的使臣，他要离去，总该跟夫人说一下吧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杜将军是护送夫人和公子季的使臣？是。难道你们此刻不在燕国的继承吗？人都到了，国书也递了，人家还不走，难道要杜将军在燕国给你们养老送终啊？可是，杜将军，可是什么呀？你们出来是做质子的，何为质子啊？纳质为押，无论谁做了质子，那都是福过灾生。质子是筹码，但是总在有用和无用之间，最后啊，弄不好成了弃子。嘿嘿，日子一久啊，有时自己母国的人，哼，比别人更盼着他们快死。在这儿指望别人拉你们一把，我看倒不如赶紧回屋，焚一炉香，自求多福啊！哦，冷啊！夫人，怎么了？杜景跑了。跑就跑吧，这种蛮心昧己的龌龊小人，少了他耳根更清净。可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才能见我们。杜景递交了国书，却杳无音信。照理讲，他该知晓我们来了，就怕中间有人作梗。是啊，杜景他们走了，这驿馆里眼下就只有我们5个人了，这该怎么好啊？米叔就是存心要我们在燕国无依无靠，走投无路。我们虽只有5个人，但都是心贴着心的。人若多了，中间却有杜景这样的势利小人，我还不放心呢。月儿说的是，
我们再耐心等2日，只要议后收到我们的消息就好了。可是夫人说了，中间有人作梗，总还会有别的办法。香儿，你去给那奕成再多送些钱财，让他帮忙想办法。我再写封信，让他直接送到宫里头去。当年梦莹在韩国那样孤立无援，都有办法通过苏秦把信送到咸阳。同在蓟城，我就不信梦莹与我竟能音讯隔绝不成。你是驿馆的驿丞，小的正是。若不是我让人在宫门外盯得紧，你就把信送进去了。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哼，你是2头拿钱，2头办事，对吗？哎呀，小的该死，小的糊涂，小的是被那猪油蒙了心。那封信呢？哦，在这儿。钱财有用，脑袋更有用。脑袋要是没有了，钱财也就没有了。你可要想清楚。小的明白，小的以后只听夫人的，绝无二言。往后他的钱你只管收着，有事就禀报于我。是。起来吧。谢夫人。回驿馆见了他该怎么说，不用我教你吧？夫人放心，这个事情小人知道。那就好。多年不见那个米夫人了，听说她在秦国先王那儿得宠得很，如今是何等模样？这个秦国先王果然眼力不差。闵夫人虽然不是说什么国色天香，但也是娉婷秀雅，风采照人。那身边的人儿一个个是清丽脱俗。但是他们和夫人比起来，那只不过是暗淡烛火，岂能与日月？行了，把这套话自己留着吧。既然那位米夫人风采照人，那就该让她知道，这里是燕国，不是秦宫。她的狐媚，帮不了她什么忙。是。下去。小人告退。韩五爷，韩五爷，韩五爷，你把信送了没有？宫中可有回复？不好意思，多喝了2杯。慧儿姑娘放心，这信呐，我已经递进去了，那些门吏都收了我好多礼。慧儿姑娘，这一有消息，我立马就通知于你。五爷醉了，我明日再许您说话。呸！生气个屁呀！看你还能撑几日？韩五爷，慧儿那丫头，我怎么好几日都没有看见她了？慧儿她忙着呢。韩五爷，你又喝多了。哎，韩五爷，宫里有回音了吗？宫里？你也是刚从秦宫里出来的，知道这宫门深似海，哪是我等能够轻易出入的？我已经叫人把信给递进去了，那算是完成使命了。至于这回信嘛，你放心，小的自会悉心打点，你呀就等着听消息吧。啊，
怎么了，姑姑？这一成天天索要钱财，拿走了那么多钱，可那送出去的信就如同石沉大海。这一成靠不住啊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外面天寒地冻的，夫人应当顾及自己的身子。若是染上风寒，该怎么办呢？要不我和你一起去？还是我和香儿一起去吧。姑姑和慧儿陪着继儿，我们尽快回来。这，都扫干净了啊！哎，好。别把我划走了。哎，夫人这是要外出吗？是。要不小的给您派辆车去？不用了。哎，那夫人慢走。你过来，我去国相府报个信儿。我猜他们要去宫里。是。为王建国，遍方正位，体国经野，设官分职。韩五爷，慧儿姑娘，我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就是来看看公子有什么吩咐。这炭火烧得可旺啊！谢谢韩五爷关照，这炭火烧得正旺呢。哎呀，甭跟我客套。我这一城虽然官儿不大，但是在这驿馆里头，我说话还是算话的。慧儿姑娘，有事尽管吩咐。那是当然，只是眼下无事，还请五爷自便吧。哎呀，慧儿姑娘，这，你有所不知吧？就是怕冻着夫人和公子，我让人给你们用的炭是驿馆里头最好的，相差好几倍价钱呢。你看我这一番心意的，该如何报答我呀？该报答的时候，我们自会报答的。此刻公子在读书，就不劳驾您了。慧儿姑娘，就不劳驾您了。那个，慧儿姑娘，不劳驾您了。慧儿姑娘，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们是秦国质子派来的使臣，请问我们公子呈给大王和义后的信，可有消息回复？秦国没有。前些日子驿馆的韩武可有送信进宫？不知道。这么说，那韩武可能从未将夫人的信送进去。这夫人刚才要是不说呀，小的差点忘记了。这秦国质子的信函，还真有这么一回事儿。多谢君爷想起，但不知宫中可有消息回复？这可就不好说了。如今大王政务繁忙，这不打紧的事情日日都有。至于什么时候回复，就不好说了。义后身边有一位心腹女御，名叫青青，我与她有旧，不知可否行个方便，帮我传个话给她？既然夫人和这女御是故人，那就好说了。就不知道这夫人要传什么话给她。凡将此玉佩转交给女御，就说故人在驿馆等候消息。好，夫人，您就尽管放心。有劳了。若能收到回复，另有重谢。夫人您太客气了，放心，我一定将您的话带到。多谢。不谢不谢。天气不错，兄弟们辛苦了，辛苦。瞧瞧，
值多少钱呢？好小子，发财了呀！发什么财呀？就这点小财，那算什么呀？你我都是兄弟，有财咱们大家一块儿发。值完这班岗，你我一同去国相府领赏去。有这好事儿？这位米夫人真是出手阔绰，金银玉石源源不断，也怪秦国会后过于厚道，居然能够让他们带这么多钱财上路。听秦国的杜将军说，是他们离开咸阳的时候有人奉送的。到燕国来做质子，一路既有兵马护送，又有人奉上珠宝，这是何意啊？向我们燕国示威？这也太没有规矩了！既然是来做质子，就该夹起尾巴做人，还想飞扬跋扈，真不知天高地厚。夫人说的甚是。你说他的好日子是不是该到头了？夫人说到头了，那就到头了，让他们尝尝苦日子。得秦王恩宠多年，喝蜜糖都不觉得甜了。这回我倒是要看看，那位米夫人还有什么本事翻身。小的，这就回去安排。季儿，来试试婆婆给你做的新衣。好暖和呀！明日我就穿它出门，再大的风雪我也不怕了。是不是大了点儿啊？不大，今年略大些，明年就正好了。到了后年，说不定就短了。那也是，小孩子家的，这衣服呀，永远追不上他们的个头。季儿啊，婆婆是又盼着你长，又怕你长。等有一日你娶了亲，婆婆也算是放心了。既然若是娶了亲，就让媳妇侍奉婆婆，给婆婆做新衣裳。好，为了季儿这句话呀，婆婆一定多活2年，等着享咱们季儿的福呢。
婆婆，姑姑，心意烧坏了。没有，婆婆，心意在这呢。衣服好着呢，一点都没烧坏。那就好，没烧着心意，继儿就动不着了。喜儿不要心意，喜儿要婆婆。那心意能为继儿遮风挡雪。婆婆老了，没有了。姑姑为月儿母子遮风挡雨几10年，月儿不能没有姑姑。姑姑一生的亲人就你们姐弟几人，姑姑又何曾舍得撇你们而去啊？姑姑好好养病，姑姑要留下，不能走。月儿有了你，才有主心骨。月儿大了，能自己做主。我不要，不要，我宁愿自己死。不许你这么说，你该知道，有柔儿小人的，能活下来要多后宫你死我活，心里不知分。妻啊，婆婆累了。婆婆谢谢我。记好孝顺，可惜婆婆再也穿不上继儿媳妇做的新衣裳。婆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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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在奴婢的屋子里，夫人如何打算？尽我所有，给姑姑置办一口好棺木，体体面面的给姑姑发丧。知道了。香儿姑姑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，香儿？夫人，珠宝匣子不见了。从着火到此刻，就这么几个时辰。那匣子原先一直放在榻边的，没挪过地方。我找了，可是没有。不会啊！就算那个木头匣子烧了，可金子和珠宝也会留下痕迹，更别说踪迹全无了。昨晚救火，虽说人多手杂，可是不知情的谁又会这么有心？咱们再找找。别找了，定是有人趁乱拿走了。夫人怎可断定？昨晚睡前，你们两个检查火盆了没有？夫人吩咐过的事，我和慧儿怎敢忘记？我和葵姑睡前也检查过，怎么会专烧了我们这个屋子？难道有人故意纵火？十有八九。我想起来了。前2日，夫人和香儿出门，姑姑去了厨房，那个奕成跑到屋里来搭讪，一双眼睛贼溜溜地看着那个匣子。是啊，当时那珠宝匣子就放在那儿，一定是那个韩武见财起意。我去找他。夫人，我们要不要报官？只怕报官也没有用。为什么？若没有有权势的人撑腰，他们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。哟，好俊俏的小妞啊！放肆！哎呀，难道是奕成的相好？我是秦公子的侍女。我问你们，奕成、韩武去哪儿了？一大早就不见了。怎叫不见了？昨晚救火的时候，五爷还在，忙前忙后的。可等我们救完火回来找他，人就没影了呀。我们还等着五爷发赏钱呢，似乎找不着人了。对呀，昨晚你们那屋子失火，我们哥几个可都忙活了大半夜啊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五爷不打赏点儿，要不你打赏点儿？对呀。夫人，怎么？是不是人去屋空了？是。贼得了手，焉能不跑？家徒四壁，一无所有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和继儿先搬到你们屋里，和你们一起住。母亲，大姐姐是燕国义后，她若知道了，会来看我们吗？梦莹，她若是知道了，走吧，我们去看看还有什么可用的。夫人，这件衣裳已经千疮百孔了，还能穿吗？2、3件改成1件，还是能派上用场的。母亲和我把这些竹简挑挑拣拣，也能派上用场。我们的房间四面透风，破旧寒冷，真是委屈夫人
人和公子了。能有这样一个容身之处，我已经知足了。只怕再这么下去，连这样的屋子，我们也住不上了。我觉得事情远远没有这样简单。轻点啊，放那边吧。慢点儿，转过来，别撞着老爷了。把东西放那边啊。你是何人？哎，这是我们新上任的义城老爷，赵晨。新来的义城老爷。你就是秦国质子的侍女？是。你看，驿馆的馆舍被烧了，这事儿应该有个说法吧？赵义成初来乍到，想必不知内情。那时前任义城韩武为了盗窃我们公子的财物，烧了我们公子住的房间。赵义成来的正好，我们公子与夫人的房间被大火烧了。那个韩武跑路，无人问津，只好在我们奴婢的房间里将就了几夜。既然赵义成老爷到任，还望安顿一个像样的住处。大胆！你们取暖烧火点着了驿馆的房子，本官还没追究你们的纵火之责，你倒反咬一口，说我前任义城怎么着？偷盗！这个都说你们秦人是虎狼之邦，秦人是虎狼之姓，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妇人也如此蛮横无理。那好，那你把前任义城找回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你想当面对质？自己找去，本老爷我公务在身，懒得理你。哼！哎，这些个秦国人肆无忌惮，毫无礼仪啊！拿咱们燕国的驿馆当自己的天下了。不行，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要不然，哼，他会小瞧了本义城。放心吧，老爷。哎，好气派一仗啊！让开，让开！快让道，这可是义后的车马。哎呀，哎，快点让开，让开！看看。怎么回事？走开！快起来！快点起来，听见没有？快走开！怎么回事？这老头挡了道。老伯，以后风雪天走路当心点。这位夫人心肠真好，估计是义后的侍女。夫人，义后的故人从秦国来到蓟城已经多日，现作为质子困顿在驿馆，望与义后相会。你是谁？你别管我是谁，只当没有见过我。过来看看啊。夫人，新来的义城答应给炭火了吗？他不给，这贪得无厌的家伙，就只要一些柴米和炭火，他却推三阻四，勒索无度。一点吃食，一点炭火，能值几何？最可气的是，他居然坐地起价。这平时晴天出太阳的时候还好，可这冰天雪地的，他囤积居奇，明明知道我们没有钱了，还把吃食和炭火都开出了天价。慧儿，这边米金已经抄好了，趁天还未黑，你一会儿出去换点钱，买炭火吧。公子的手都已经有冻疮了，可咱们再也没有更值钱的东西了，就连魁姑给公子做的那件貂皮衣裳都已经送去当铺。可可奴婢无能，竟让公子受苦，让夫人如此辛劳。我虽一生荆害流离，险象环生，但却是第一次尝到没有钱的滋味。过去总以为，只要离开宫中，那便是天高云阔，自在逍遥。却不想，宫中的明争暗斗，那是不缺衣食的；宫外的自在逍遥，却是要以饥寒交迫为代价。
怪不得那些人挤破头丢了脑袋，也要跻身王侯之堂。母亲，这样好饿。吉儿，母亲给你倒口水喝，好吗？母亲，吉儿越喝水，肚子就越饿，肚子饿得咕咕了，都已经。吉儿，还记得母亲跟你讲过晋文公重耳的故事吗？记得，重耳在外流亡19年，颠沛流离，衣食不周，最后却成了一代霸主。继儿不比重耳差，不管怎样逆境，都要坚强。晋文公重耳在外流亡，有胡衍、赵崔等谋臣相随，齐桓公、秦穆公等诸侯争相以女嫁之。惠儿姑姑和香儿姑姑就是胡衍和赵崔吗？是。惠姑姑、香姑姑就是胡衍、赵崔。继儿知道了，继儿会勉励自己，继儿出去跑一跑，身上就没有那么冷了，肚子就没有那么饿了。夫人，你们知道为何我日日跟继儿讲重耳吗？其实不是对他说，而是对我自己说。可重耳流亡，还有10几个忠心耿耿的谋臣相随，还有齐桓公、秦穆公争相嫁女，为他增添助力。可我有什么？我只有你们2个，连一个小小的议程都敢对我们任意欺辱。夫人，这只是一时的，等大公主派人来了就好了。我已经不指望大公主了。我断定她应当知晓，我们已经到了燕国。既然秦国派人递交国书，公子之年幼，由他临朝听政，他怎能不知情？知晓后，又怎能不问质子到底是谁？有谁与他同往？可如果大公主知道了我们的困境，又怎会不见我们呢？我对大公主曾经有所愧疚，她不愿意见我，我不怪她。夫人，那我这就出去换炭火。青青，你今日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样子。先下去吧。是。奴婢在路边偶遇一陌生女子，要替人传话给以后。替何人？说是秦国的质子，以后的故人。他芈月竟然也有求人传话的时候。当我父王宠妃多年，恐怕他早已忘了求人的滋味。芈月性情刚烈，或许她眼下是遇上了什么难处。若无难处，谁又会求人？当年苏秦遇到难处，我去求他，明明是举手之劳，他却不施援手。后来我父王得知苏秦的才华，对苏秦也有了挽留之心。
又是他，为了给张仪争权，从中作梗，对此我一直难以释怀。你起来吧。是。夜后，郭国相求见。请国相进来。是。义后。国相免礼，赐座上茶。谢义后。义后可听说一喜事？有何喜事？东周世子苏秦近日要来燕国。苏秦？微臣听说那苏秦自幼聪慧，被鬼谷子收为弟子，懂谋略，好兵法，该是天下难得的人才。苏秦来了，太好了。以后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既然是人才难得，等他到了，国相就请他住进黄金台，贵宾礼待。以后贤明。那苏秦得知大王礼贤下士，定有攀附之心，才会来的。对了，以后，微臣还有一事，就是那秦国的质子。秦国质子眼下如何？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事？微臣听说那些个质子，狂妄自大，桀骜不驯，衣食无忧，却还百般的挑剔。前些日子，更是因为柴火不慎，竟烧了那驿馆的房子呀！怎会有这样的事情？怪不得他托人前来找我。说起来，那质子的母亲芈月也跟我有些交情，而且还是我父王的宠妃。可如今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了。其实麻烦的是，秦国使臣交递的国书中，还带了惠后芈姝的一封信，信中要我们对那质子严加管束，生活上更不可过分优渥，语气十分严厉。倘若回绝，恐怕有得罪秦国之嫌。国相有何对策？既然以后左右为难，不如装聋作哑，不需回复惠后的信件，也不用召见那些秦国的质子，只当这封私信从未见过不见也好，免得难堪，以礼相待就好了。正是。公子睡了。公子饿了一天肚子，夫人说让他早点睡，睡着了就不觉得饿了。喝点水。夫人从早写到晚，也应该歇息一会儿了。这是眼下唯一让我们不会即刻冻死、饿死的法子。亏得天下还有人要读书，不然我们只有坐以待毙了。好了，你的事情办得如何了？夫人拿着暖暖手。此事不出夫人所料，那个义城赵臣处处为难我们，果然背后有人指使。我跟寻了他好几日，发现他隔三差五就去国相府。国相府？难道是国相郭伟故意为难我？这个郭伟是何人？忠臣还是佞臣？这世间之人，若是个简单的忠奸善恶便能说清楚，这倒容易了。这郭伟是当今燕王的师傅。当日燕国因为子之之乱，齐军入侵，山河破碎，秦赵两国护送孟莹母子回国，是郭伟率群臣前来相迎。孟莹令燕王拜其为相，辅佐燕王，又是他对燕王谏言，盖起黄金台，并为燕王招揽天下贤臣，才将这风雨飘摇的燕国给支撑了下来。那这个郭伟应当是个好人。
燕王倚重郭伟，但很难讲，他到底是个贤臣还是权臣，是忠心耿耿，还是想做第二个子之？那这可怎么办？我要想办法去见一见郭伟。说是宫里头的东西，可这手艺还是比不上我们储宫里的。我的夫人，这已经是燕宫里1等1的宝贝了。燕王和义后待我不薄啊。这国相府也是义后命人给我盖的，规制几乎赶上了燕王宫。这府里的一切啊，都是燕王和义后赏的，所以啊，样样只能是最好的。你才见过多少宫里头的东西，知道何为金玉满堂、锦绣铺地？再者说，义后把燕国的头等富贵赏给你，又有何不妥？这燕国的天下，说是你的也无妨。夫人，这话说的可有点过分了。位高权重，有时就是祸在跟前。我对燕王从来忠心耿耿、谦恭谨慎。夫人不要让人以为老夫要做像子之一样谋权篡位之人。好了好了，我也就是随便说笑，相爷倒是认真起来。随便说笑，有时也会送命的。相爷，啊，什么事啊？外面有人求见。什么人啊？说是秦国质子的母亲，芈夫人。夫人，还是暂且回避一下吧。灵儿，拿走。是。请芈夫人进来。芈夫人。郭国相。哎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快，给芈夫人上姜汤。夫人请用。难怪啊！夫人何意啊？难怪世人都说，燕国真正的黄金台是在国相府。世人谬言谬语，夫人不必当真。国相府气势直逼燕王宫，郭国相未免过于自谦了。郭伟无德无能，才疏学浅，忝居燕国相位，全因为燕王爱慕贤能之士，就如同爱马之人爱慕千里马。燕王拜我为师为相，就如同爱马之人花重金买下了一匹死马。爱马之人买死马，以图天下骏马闻讯而来。燕王赐我荣华富贵，为求天下贤士争先归附。但燕国之事，全凭国相做主。夫人言重。燕王尚年幼，燕国的事，郭相至少能做7分主，那义后总也做得了3分主吧？岂敢！我王虽幼，但聪慧异常，英明果断。燕国之事，大王做得5分主，义后做得3分主，文武百官诸位大臣做得1、2分主。唉，剩下的哪还有我郭伟智慧左右的余地呀？老夫最多只能做得半分主而已。义后出身秦国，我等质子来自义后的母国。时近3月，驿馆驿丞换了2任，2任驿丞全然不顾待客之礼，对我们百般为难。据我所知，燕国驿馆是由郭国相亲自管辖过问。义后和燕王若是知道母国质子受人刁难，不会不闻不问。眼下境况，不知是义后心中没有母国，还是郭国相纵容手下为难秦国质子。竟然会有此事！哎呀，不过
夫人这番话可是错怪老夫了。这驿馆名义上归老夫掌管，但具体事务是由国卫府管辖，议程也由国卫府任命。既然夫人说那些议程不尽职守，老夫可以派人去查查。至于以后与母国质子是疏是亲，那全凭他自己的心意呀。郭国相没有从中作梗。郭维岂敢僭越？米夫人太抬举老夫喽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国相了。芈月告辞。好，老夫就不远送了。他要见燕王和义后，他虽然没说，但有这个意思。让他见吗？夫人，有关国事，还是不要过问的太多了。凡有地牧民者，务在四时，守在仓廪。国多财，则远者来；仓廪实，则之礼节；衣食足，则之荣辱。小人赵晨回禀公子。母亲，进来吧。恭喜公子，恭喜芈夫人。公子和芈夫人的故人要见你们。哎，这是官服和鞋履，还有首饰，请公子跟芈夫人沐浴更衣吧。母亲，这位故人是谁？会是大姐姐吗？应当是吧。总算盼到了，大公主终于要见公子和夫人了。可怜天剑，可不是嘛，可不是嘛。有劳议程，容我们母子梳洗更衣。好，好，我在院外伺候着。哎，快，把东西放下。你们可知，我刚才在沐浴之时想到了何事？我适才泡进温暖的热水之中，恍然觉得能有这么个热水澡洗，就算即刻死了，我也甘心。夫人，做人怯懦，前一刻还和晋文公重耳相比，后一刻就能臣服于一顿饱食、一件暖衣、一桶热水之中。夫人和公子这几个月太苦了，好在有了大公主，我们苦尽甘来了。母亲，继儿，母亲，看这新衣新鞋，好舒服，好暖和呀！仙儿说的对，我们苦尽甘来了。这，公子这衣服真好看。这，公子还冷吗？一点都不冷。母亲，待会儿大姐姐会给我们吃什么呀？公子馋了。大公主召见夫人和公子，为什么不在燕宫里，却要去黄金台呢？适才我也疑惑。母亲，继儿想，燕国是以礼贤下士而闻名天下，世人皆知黄金台，而不知晓燕宫。大姐姐在黄金台召见我们，应该另有一番含义。公子说的有道理。马车来了。
上茶。坐吧。嗯。多谢。米夫人，据说楚国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温鼎烩肉了。为了您来呀，特地为您准备的。没想到义后还知道我们楚国的风俗。夫人公子请自便。继儿。继儿等大姐姐来，继儿不可军前失仪。以后政务繁忙，一时无法脱身，我们等等无妨。义后。怎么？难道请我们来的不是义后？世上真是有人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已经积火烧肠了，还硬撑着要见你心仪的义后。